咁多位司機，我哋今日呢條片咧係會教大家喺 Dash 入邊點樣使用電子支付嘅。相信咁多位司機之前已經成功註冊同埋登記咗我哋嘅司機 App Dash for Drivers 噶啦。如果你仲未成功註冊登記嘅，我哋有另一條教學片嘅，可以去嗰度參考翻。我哋首先今日講翻點樣使用電子支付先。要使用電子支付嘅第一個步驟咧，就係要將你嘅手機司機 App 同呢個電子咪錶配對。我哋首先喺手機入邊打開司機 App。喺右下角會見到本間登錄4個字，呢個時候你嘅手機會着咗一個相機模式。我哋翻咪錶，頂行有新 tag 幾個英文字，我哋撳實佢，再撳登入，就會出現咗一個二維碼。呢個時候用你嘅手機掃描呢個二維碼，咁其實佢哋就已經成功配對好啦。喺呢度可以選擇翻你今日收工嘅時間，到時就會自動登出。成功配對好之後，喺咪錶上邊嘅頂行亦都會由灰色變成咗做藍色，亦都代表兩者已經成功連接好，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。好，咁我哋而家會模擬咧成個電子支付嘅過程俾各位司機參考下。我哋開始一個行程，亦都當佢已經行咗一段距離啦。各位司機記得亦都要加翻相應嘅隧道費或者行李費。去到目的地嘅時候咧，撳個停字。咁我哋會睇到呢支旗嘅費用係80蚊。喺乘客端，佢又喺後座咧，透過呢一部機器進行電子支付，佢只需要咧 follow 翻一系列嘅指示就可以啦。而家 Dash 咧亦都支援各種模式嘅電子支付，可以參考翻。乘客按自己嘅喜好選擇，亦都可以睇下俾唔俾 tips 司機。去到呢個畫面嘅時候，乘客可以拍卡啦，或者如果係一啲數碼嘅電子支付模式，佢都可以掃描翻二維碼。好快見到呢個橙色嘅剔號咧，即係呢一個授權已經完成好啦。咁喺司機端，其實佢當然睇唔到呢部機器啦。最緊要就係睇翻自己嘅咪錶上面頂行已經變咗做綠色，亦即係話乘客已經授權好進行電子支付，唔需要再收現金噶啦。咁記住撳咗停好之後，就唔好再加付加費啦。所有費用喺之前輸入好，如果唔係，又會再重新需要進行一次電子支付噶啦。完成晒所有嘢之後，撳翻個空掣，咁成個交易就完成啦，亦都 confirm 咧錢咧就會收到。咁完成咗電子支付之後咧，司機亦都可以喺手機 App 程式入邊 check 翻所有記錄嘅。開翻你嘅手機 App， 下邊第3個選擇收入記錄。會有翻咁多日嘅記錄啦。如果你係電子支付嘅賬單，但係我哋未俾錢你嘅話咧，就會係咁樣顯示噶啦。底色會係藍色。咁你會問，咁我幾時先收到錢啊？一般就係喺你嘅交易後1個工作天就會打款俾你噶啦。如果成功打款嘅單就會係咁樣顯示嘅，藍色字，但係已經會係黑色底色噶啦，都係藍色框框。咁到時候記住，做咗電子支付之後嘅1個工作天，可以 check 翻自己銀行記錄，亦可以睇翻手機 app， 佢哋互相咧都會提醒你到底我哋過數俾你未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今日成個電子支付嘅流程啦。多謝各位司機收睇啊！